大家好，我係5C班嘅譚海彤。我係5C班嘅顧希仁。希日，學校今年舉辦咗紐西蘭英語學習及自然生態環保之旅，你有冇報名參加啊？海彤加油啦！我知道紐西蘭係一個好山好水嘅地方，擁有獨特嘅火山灰土壤、清新嘅空氣同純正嘅水質，所以盛產美味又有營養嘅食物。你肯定講緊奇異果啦！奇異果香甜多汁，而且含豐富維他命 C， 即係講起嚟都好想食啊！你講啱一半啦，其實奇異果嘅原生種嚟自中國，中國人稱佢做獼猴桃，只係漂洋過海到咗紐西蘭後，由於外形神似紐西蘭獨特嘅奇異料，因此被改稱為奇異果。我總知道明代名醫學家李時珍都有對獼猴桃作出研究，而且喺《本草綱目》一書中都有詳細介紹。如果我冇估錯，你一定有睇過《植物遷徙的非凡冒險》呢本書，裡面就有講到1904年有一位紐西蘭女傳教士到英國旅遊，佢將奇異果種子帶返家鄉嘅故事，就係令奇異果開展成紐西蘭國果之旅。呢本書可以喺公共圖書館借到，大家記得借嚟睇啊！多謝。